瓜嘎吃呀撒哟，奴比我你做家嘛的，阿姆尼查那个是。我个给提过啊，怎么嘛？你那啥子电话？你说的。你这个你妈呢？那你管你就挺高的。你那你这啊？这花子只脚包不一块块的。啊，那脚不？啊，这里啊，啊，这地不是就上不来过。你们这里来会嘛？可别把你这地儿上你下不来。那只是学的。我明白。俺那个嘛，那是说不要不，那不跟你说。俺哥还那个口皮给俺说了。知道他的。哎，那咋的那个？这个话你具体知道。哎，你呢？哎，那个吃。呀，你别个吃了那个。俺那有直接比比，就有比咱这个比高有个大哎，要不来了。要比俺有点印度，谁的咋这边这地是土的？那呀，俺马上这挺长的高有点你知道？俺来拿谁拿高去？我这我知道你知道吧？就啥子呀？你知道我们是咋的？呀呗，俺不知道了。俺们喝的喝的哪里边了？哎，那吃肉吗？哎呦，俺的妈妈，我们吃花吃了都。哎呀，咱家那个娘嘛，俺的妈。那他妈吃什么家那龙？俺的妈在的，什么嘛？俺的妈在那花家那块的嘛，可什么嘛？可什么嘛？起码要和我嘛，就是你，俺的嘛就小心了的嘛。